日帶大家睇一睇比較新嘅舊房係點樣嘅。現在上老房子的樓頂看一看，看一下老房子的樓頂是怎麼樣的。以前農村人就是怎麼設計的，樓頂就是一個這樣圍一圍，然後大家猜一猜這個什麼東西，大家可以猜一猜這是什麼東西。大家知道是什麼東西嗎？這是有一個洞，翻開是有一個洞，哇，是有一個洞，你看，好深的一個洞。這個大家猜一猜是什麼東西？這是以前這農村人是要稻谷啊，曬稻谷在樓上曬，曬乾了之後直接往這裡倒進去，有一個木槓，那個谷就不用挑了，直接到這裡倒進去。以前農村係這樣。大家想知道乜嘢可以喺評論區問我。